这个国庆大会已经17年无来参加的前总统陈水扁，这届甲前总统蔡英文坐隔壁，两个人的互动真烧热。不过前总统马英九因为不满赖总统最近提出的新两国论，所以再去临时决定不爱参加国庆的典礼。 穿黑西装、白色的衫，配青色的领带。前总统陈水扁伫早起8点50分左右，就到国庆大会现场。这嘛是伫2008年陈水扁卸任后头一摆出席国庆大会。有并相识国庆会中，前总统蔡英文无偌久嘛到现场，一日陈水扁的边啊，互动真好，一直开讲交流，不时露出笑容。 新任主人的国庆筹备会主委韩国瑜嘛，一直向前任的元首握手致意。听到总统文句时，可能是听了伤过认真，蔡英文呢伫拍扑的同时，手中的文具就咧落落去，伊就咧赶紧甲捡起来。离开的时，赶紧甲打这个赖清德甲勉励几句。 是讲民进党这个前任元首拢有来，本来答应要出席的马英九，却是拒绝参加国庆大会，是安怎？我身为中华民国前总统，本来应该出席总统府前举行的国庆大典，但是我今天决定不去参加，因为赖清德总统主张这个新两国论。 不满赖总统的新两国论和历任跨党派元首无都做伙出现，共款对庆典的心情，唔是真欢喜的，还有因。民众党白色立委特别穿正义的团服隔空为党主席赞声，就连伫会场内，拢要甲执政党委员寄出楚河汉界，伫全国庆祝日子意外表现出两种心情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